有民众顶礼拜六在高雄77号的市区公车，看到司机对一个无绑安全带的乘客侧干辣椒。这间客运是表示讲，由迄天是迄个司机最后一天上班咯，司机是烦恼乘客的安全咯，嘛烦恼讲乘客若受伤，这个司机就爱家己赔，佮爱防处罚，所以才会失控。当我们要给乘客坐下，叫司机赔钱，让他们得利啊！ 司机伫车顶一直骂一个乘客，甚至出现不雅的字。有民众在1月30坐高雄77号公车的时阵，就拄到安尼的状况。伊是因为有其他的乘客无下安全带，结果司机烦恼互开罚变乘客。如果比如说规矩很多次，那可能当然会比较容易失控，这确实也是不好的部分。 民众认为，若乘客一直讲袂听，会使理解司机的心情，但骂人还是无妥当。客运业者初二出面说明，表示司机进前就因为工作了真辛，要洗头路。迄天拄好是最后一天上班，可能因为安尼情绪失控。有个妇人乘客上车完，然后他先就坐，然后车辆启动完之后，妇人才起身来做刷卡的动作。那驾驶会担心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。 会有一些突发状况来产生，导致受伤。交通局表示会要求业者加强教育训练，但嘛说明，坐客运公车同款爱下安全带。若司机口劝了，乘客无听，依道交条例会使对乘客罚1500块。小型车后座乘客未依规定系妥安全带，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的罚款。 但营业大客车等代雇驾驶已尽告知义务时，乘客仍未系妥安全带，则处罚该名乘客。就算是市区的公车，为着闪其他的车，嘛有可能会激动，无下安全带，就可能因为安尼受伤。为着安全，交通局提醒乘客上车坐好了，一定爱下安全带。记者陈焕武、面交关高雄报道。